台南市议会第9摆临时会由议长郭信良主持。上午伫咧新营民治议事厅正式召开，市府由市长黄惠铁带各局处的主管列席。伫咧开幕式过后，首先进行定数委员会的审定结果的报告，并确定议事的日程。其中有关罗德高反对设置太阳能光电的请愿案，会排伫9月6号进行专案报告。会中当地议员陈坤和希望市府慎重处理，市长嘛回应愿意理性探讨。重要的法令已经齐备，结果呢，我们台南市呢重电一直走全国第1名的重电，那呢，你不定办法，本席呢提出自治条例，我们台南市政府，我们的经发局对我们的自治条例到现在呢没有一个回应，那我们的重电一直的种下去。屋顶型没有努力去推，屋顶型没有亏线，海边的亏线一直做。你们应该要负责的态度呢，面对我们大台南市，我想嘉南平原不是台南市重电第1名。我在想，市长你的团队，你现在还跨过61号以西，给了亏线，经发局，我们已经谈了。61号以西暂时不重电，所以希望呢，你们是不是呢对这一点可以给我回应一下？您刚刚提到说61号以西是暂时停止，我们也已经暂时了2年多了。那所以说，总是我们应该这个议题，我同意陈议员你所讲的，应该坐下来好好的理性的探讨，这点我是非常非常感谢。是。这摆临时会拢总有18个提案，其中点付案16件。店铺总有算伫咧1亿1千多万，会交付联系审查。顺利的话，伫10号会当闭幕。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。